大家好，又到咗我哋壯美唐卡嘅時間啦。講起唐卡呢，隨住人們而家越嚟越多人收藏唐卡，唐卡已經進入咗我哋嘅生活裏邊。唐卡裏邊嘅文思修可以令你能夠有系統咁樣去觀察世界，更能夠擴闊你嘅視野。佢有一套完整嘅系統，令到你可以更加清晰、更加有智慧咁樣去面對生活中嘅問題。我哋今日介紹嘅呢一幅唐卡，佢非常特別，佢係一個壇城嘅唐卡，佢係以唔同嘅種子字構成咗呢個壇城嘅中心。壇城喺梵文裏邊叫做曼陀羅。喺古代印度，人們修煉秘法嘅時候，為咗防止外來嘅干擾，就喺修法嘅場地上畫上一個圓圈，或者築起一個土城。壇城一詞亦由此而來。壇城唐卡所描繪嘅係佛陀所居住嘅地方，佢非常之恢宏同埋有規整，結構亦都極其嘅嚴謹。佢用曲線啦、直線啦、方形啦，又或者三角形呢啲幾何圖形嚟構成一個龐大嘅體系，又通過濃烈嘅大塊色彩嚟刺激信眾嘅視覺。壇城嘅圓係一個閉合嘅空間，呢一個空間係無限大，但係又係無限小嘅。佢既可以理解為人們心中對宇宙嘅概括，又可以縮微到僅僅係修行者自己嘅心境。從藝術角度嚟講，唐卡作品體現到作者從容、淡定、專注嘅氣質。唐卡作品從佢嘅繪畫精彩之處講，無論佢嘅線條、構圖，又或者佢嘅用色，都非常之精緻，體現到唐卡作品嘅細膩。唐卡作品俾觀賞者一種宗教嘅情感，亦都係觀賞者嚟自心靈嘅一種奉獻。唐卡作品同時亦都係宇宙世界環境嘅一種以藝術形式嘅表達同埋理解，更係人對於自然、神秘、宗教、信仰嘅一種體驗同埋認知。唐卡藝術令到我哋可以止息煩惱，獲得安樂。喺觀賞唐卡嘅時候，我哋可以喺唐卡裏邊得到更大嘅能量，更多嘅勇氣去迎接我哋嘅挑戰。更重要嘅係，我哋嘅生活會獲得自在同埋安樂。